乡亲啊，咱继续要来讲猪螺树蛤仔，台湾话俗称河怪，也则是青腰仔，是台湾的特有种，风烈的真可能会灭绝的物种，分布伫森林家己的顶拿。因为污染加上开发，即卖数量可能剩无到5万只，面临着断绝的危机。这种的树蛤仔，拢是伫旺盛的顶拿咧休卡，家己的大拿。由农民来推动无毒的种植，为树蛤仔打造友善的栖地，希望会当为生态的保育尽一份的心力。2022年，嘉义林管处嘛甲农民合作推出青腰仔友善栖地标章。到底这农业甲生态要安怎来共存共好，佮拄着啥物款的挑战？来看华视新闻团队伫嘉义的追踪报道。原来这猪螺树啊是遮珍贵，全世界敢若咱台湾有。如果你把它保留下来的话，它会回馈给你这个土地，这个土地的话就会回馈给你的植物。对环境友善的方式，友善的循环，就是说耕作者给予这片土地一个承诺。俄罗暗风听到青蛤仔咕咕吼，这是夏季限定版大自然的协奏曲。老师，你是要带我们找什么？找保育类的猪螺树蛙，对，台湾特有种。替细胞电火暗暝望向前，采用小组含一位叫上过生态解水员所影响，找出创地的顶拿，并为台湾特有种河怪新颖。河怪另外一种讲法叫做青腰仔。这边你看，来，发现到一只，这就是面天。面天是什么？面天树蛙，它也是树蛙，是面天。这只，面天。分布伫台湾西部中继海拔山区，台湾特有种面天青蛤仔吸伫树枝，等待摘出来。不过，众人期待珍贵的主角率点出现。就要碰碰运气哦。有，在这，这就是猪的树了，在这。听下声音，在这边，在这边。好，在这边。那里一只，有看到？马蹄下管。现在树上是？哎呀，那只啊。哪里有的？对，我刚刚就去。哦，有。哎呀，它嘛是遐悬啊，你看。猪螺树我刚较早讲的就是叫做河怪啊，它的习性就是要下雨，它公蛙就会开始鸣叫。它就是气象站，百蛙齐鸣，你看叫个那肯定要下雨。1995年，青腰仔是台湾师范大学生命科学系教授卢光阳头一摆伫咧家己发现，家己旧地名猪螺，正做伊号名的来源。这种青腰仔族群数量真少，分林拢总要2万只，家己港村超7000只。有一双大目睭，画黄青色的外皮，特别的外形冒青腰仔，红叫做青色小精灵，巴肚白白，一唇白线，喙喙边啊连到骹，这是伊上有代表性的眼目特征。今晚发现到第2只母蛙，应该今晚会配对成功。1995年，青腰仔被发现的时阵，生态地当受到严重威胁。当时学者预测，青腰仔可能在20年内走向灭绝。这种树蛙因为大量使用农药的关系，现在已经快要绝种了。说是繁殖高峰期，却只见到小蛙2-3只。因为竹林滥用农药，必须在无污染环境才可以生存的树蛙，栖息地被破坏，繁殖大受影响。现在你看到有凤梨的地方，到那边到那边的竹林，其实这一大片整片以前都是竹林。现在猪螺树蛙面对到的这个问题就是
他以前可以是他的栖地，他居住的地方，但是他现在变成凤梨田，那他可能就要去找适合他居住的地方。将兴伫咧农地道路、布花顶人工设施，让青油啊生活伫咧生死边缘。你看，堤防这么高，在北边的这些野生的这些动物要怎么到南边去？南边的要怎么过来这边？就是我们除了2面光或者是3面光，一旦做下去，其实就可能我们就回不去。60岁生态解说员苏永祥暗时负责生态导览，离世实证得顺超过50年的资深农民。离开5年，苏永祥有上纳社区发展协会咧招，先将4分外的位啊，用无毒的方式种植，用作青油啊友善车地，将做社区保育行动起点。我当初嘛是听到别人说，是不是可以去营造这个基地啊？我就想讲，咱就来做看卖。我就是挖一个大约20公分深，长度1.5米，那宽度就是大约80公分，深度就20公分。伊的水会当伫遮停留至少2个月，拢无落雨。今仔内底看到已经有做一嘛有已经变态完成的小蛙。当初伫做的时阵，单纯敢若想讲要和这个侏罗树啊做这个栖地，结果一做咧，甲发现讲哇不得了，非常多的物种都来使用。坚持无全除草剂，无使用农药，笋农上头甲疼害虫、竹蠓啊，嘛对咧侵入生态。伊对咱竹仔的危害就是，因为伊会将咱的叶子食甲拢白去啊，破坏掉它的组织，让咱竹仔的这个光合作用的效果就歹去啦，安尼咱的产量就会变较少。好来，即摆要来喷迄个苦楝油，甲苏力菌，防治一寡竹蠓。伊是生物防治嘛，它靠它的粘性，油在粘，让它不易飞行，后来就死了。树啊，它就是脆弱，你用化学农药，它可能就会死亡啊。用这人工栖地，和这小动物伫遮生存落来，其实天敌嘛是会来，应该这个是好的环境啦。你若讲整个田区内底，就啥物拢无，干那笋啊，这其实不是咱要爱。为了守护濒危的台湾特有种侏罗树蛙，嘉义林管处推出了侏罗树蛙友善栖地管理标章，内容包括了5大指引，其中呢就要求农民要做到维持林下落叶至少要有4公分，希望侏罗树蛙有更友善的产卵环境。另外呢，还要定期灌溉蛙藻水池，尤其这个积水要维持18天以上，希望蝌蚪有机会能够长成小青蛙。另外呢，最重要的是还要做到农产品完全农药零检出，希望侏罗树蛙能够继续在青翠的竹林里生生不息。借由这个侏罗树蛙的一个物种的保育，这些竹农他们的生产这些竹笋，然后有一个生态价值，希望营造一个能够同时能够满足物种保育、农业生产又能够兼顾的一个状态，这样的一个模式。如果我们要用栖地丰富的概念来做的话，最好的方式也是跟在地的农友来做合作，因为农友如果愿意用竹笋的产业存在，它其实就可以作为一个像拼图，那每一块拼起来之后，至少让它的破碎化的情况减少。下午6点，31岁少年笋农甘建和，今朝早时准时来到镇南报道，伊嘛是今年顺利摕到青油啊友善车地标章的农民之一。现在在采收，因为竹笋就是靠人工采收啊，它没有办法用机械去取代，比较累是这个。
和和爸爸作为种植1个月的园，是当地真罕的款顺龙伯仔。以前我儿子都说我是快刀手，速度很快，现在他被他赶上了。25年前，蒋家峰开始推行友善农法，我后生建和高中读的是农经科，推荐讲究效率和产量的惯性农法，亲子2人总搭起来。爸爸讲的伊无要听，别人讲的拢信。就是会自以为聪明吧，就会觉得说我这样子比较快，可是效果不是像我爸那样子教的好，变成说很多事情要做了2次。不过保育青油啊，煞正做伯仔2个人共同为题。我要甲咱家己的品牌，甲这个猪罗树蛙的认证标章结合，甲这的消费者讲这个猪罗树蛙得来不易。毕竟咱大南特色乌壳绿，用甲撒去舞台上，对无？发光发热啊，是啊，嘿，对吧？所以讲加油啦！用友善的方式对待土地，所以面对产量变少的残酷考验。这个就是被老鼠咬过的，像这个是应该稍早之前咬的，这整个就是啃到面目全非，被咬过了，送到市场，他们就是把它当垃圾一样。种植过程减少用药，6岁土狗 Michael 担起猎鸟鼠仔的重大责任。Michael， 来。像这样，它就会开始在搜索。这里应该有。所以狗狗算是你们友善的一个环节吧。就是金字塔，可能就是最上面那一个。对。这可以减少用药吗？还是相对一定可以减少我们用药的成本。即马要来迄个酒啊厂，迄西营市酒啊厂，遐阮收笋啊，咱即马就。坚持环境友善这条路，也真辛苦，平常嘛正做农民的一大难题。今天你介绍偌济啦？33，安尼介绍较好啊。有标涨的，有标涨的，对。算有满意？还不满意，比去年来讲的话，价格还是有差距。43，我唔知恁捌听过。第一讲。食粉喷风，第2讲弄土烧肉，第3讲插甘蔗有些帮，但是即马阮是插的挂笋下南帮，价格我们都是拢是人讲偌济，咱就是偌济，我们没有反驳的余地。迄讲现怪的笋，趁新鲜真空包装，厝的进程上重要手续。爱打青油啊友善车地标章，让产品更有价值。有这标章了后，我们希望讲，阮这笋农可以带来更多的利益。这样，但讲先要拜佛祖，先爱够不到啦。目前也有2家有这样的一个意愿，那我们现在目前在洽谈当中，它的曝光度也会比较高一点，让民众来认可这些竹笋是很安心的，然后再来又是对于这个猪罗树蛙的保育那他们也尽到一份心力这样子。学长，那砍这个有什么技巧吗？砍这个的话，不要跟它硬碰硬嘛。如果说你跟它就是有90度这样子下去，但是你用力砍也砍不断。推动生态保育，袂当讲靠一个人拍拼。2022年，摕到青油啊友善车地标章认证的笋农，拢总12个人，种植面积超5.7公顷，生态做工农业，保育和产业连续创造生涯，农民合作牵手向前行。有伙伴，这个东西才能做大。如果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话，是很辛苦的。竹林里面的那个鸟啊、青蛙啊、昆虫是很丰富的如果你把它保留下来的话，它会回馈给你这个土地。
这个土地的话就会回馈给你的植物。保育侏罗树蛙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这个农地的耕作者，他给予这片土地一个承诺，对环境友善的方式，友善的循环，这个也是这一次树蛙标章的一个最大特点。参加各国的声音，通过验证点拿，对农业和环境良好，真实落下见证。希望真人真正守护青油啊，世世代代伫咧台湾山南唱歌歌。